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ordan 哥哥。咁啱啱發生喺3日之前嘅屯門持刀槍擊案啦，咁就隔咗幾日啦。咁雖然個熱度冇咁高，咁但係咧入邊有啲細節咧，同埋有啲觀點，我都係想同大家講下嘅。對於開槍嗰一下嘅決定咧，喺嗰一刻嚟講咧，我認為呢個決定係100%正確嘅。因為嗰個男人啦，當時已經係揸住把刀挾持咗個女人質啦，而佢亦都個手咧係遞起咗把刀，似乎佢係作勢想襲擊嗰個女子嘅。咁所以警員開槍嗰下判斷咧，我認為係絕對正確。咁我之前亦都出過一條片咧，去分析呢一件事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可以碌翻嚟睇下。但係喺嗰一個 moment 嚟講咧，開槍正確啫。但係就唔代表警察係做啱晒所有嘢嘅喎。我自己就認為警方喺面對呢個患咗精神病嘅男子啦，以至整個部署咧都係好有問題嘅。跟住落嚟，我就會逐點咁樣同大家慢慢分析翻。各位好，我係 Jordan， 以前係一個資深記者，曾經喺唔同嘅傳媒機構同埋崗位嗰度工作，依家係從事緊自媒體同埋 production 嘅。如果你都中意睇我嘅製作，又或者中意我睇事物嘅角度，各位不妨 subscribe 支持一下。另外俾個 like 同埋留言講下你哋嘅睇法，都係非常之咁歡迎嘅。好，咁首先呢，我哋就睇一睇呢一個警方喺會見傳媒嘅時候啦。由一位 Madam 講述翻成個案件發生嘅過程，以至警方嘅行動。或者我簡單再講翻嘅案發經過啦。咁我哋係睇到呢名男子咧係進入商場係手持刀嘅。咁而喺商場入邊喺嗰個時間亦都好多途人，亦都造成恐慌嘅。咁至於我哋嘅衝鋒隊咧，係好迅速地已經趕往現場，然後係喺商場外咧係發現呢名嘅男子嘅，而我哋亦都係向佢發出警告，而無效咧，我哋施用一啲比較低層次嘅武力，就係頭先我所講咧嘅胡椒水劑啦。咁至於佢即時咧就入翻個商場，喺另一個出口咧係挾持嗰名女途人嘅。咁而我哋嘅同事咧，亦都再次向佢發出警告，而無效。而我強調頭先我所講咧，係當時呢名男子已經係舉起佢揸住把刀嘅手啦，係向住該名女途人襲擊嘅。咁我哋警方咧係迅速咧係作出呢個行動。好，咁喺呢一度咧，阿 Madam 就將成個案情嘅發生咧，就講解得比較清晰啦。就係警方接報到場啦，就見到嗰個持刀嘅男子咧，就已經係揸住把刀噶啦，就喺商場外邊嘅。跟住佢哋就向嗰名男子咧，就作出警告啦，同埋對佢使用胡椒噴劑嘅。咁而呢一個胡椒噴劑咧，亦都刺激咗佢啦，令到佢衝咗入商場啦，然後先至發生之後嘅事情嘅。咁喺呢度咧，我就十分質疑呢個警方嘅部署啦。甚至我覺得咧，好似冇部署咁樣喎。其實個男子係揸住把刀啦，咁而街上邊咧有好多途人，但係佢哋就完全冇諗過，譬如要封咗條路啦，同埋封咗個商場嘅入口啦，疏散啲途人啦，然後先至再作進一步嘅行動嘅喎。即係就咁有街上邊啲人咧行嚟行去啦，商場入邊嗰啲人繼續出出入入啦。咁呢一個嘅部署啦，係咪有問題咧？其實封咗條路啦，封咗個商場嘅入口啦，然後疏散咗啲人先。咁現場冇咗行人啦，咪相對容易處理咯。然後再派出多啲警員啊，同埋用一啲鐵馬咧，慢慢將佢圍困啦。跟住先至再作出呢個口頭警告，或者使用呢個胡椒噴劑。咁樣會唔會好好多咧？因為去到嘅時候咧，雖然嗰個男人係揸住把刀啦，同埋喺度揮舞揈下揈下咁樣啦，咁但係冇即時嘅危險噶嘛。如果疏散咗啲人啦，再將佢圍困，咁佢就唔會周圍跑，挾持嗰個女子嗰件事就唔會發生啦。開槍將佢擊斃咧，亦都唔會發生啦。當然，同埋嗰一名男子其實係一名精神病患者啦。從佢揮刀嘅動作啦，同埋自言自語嗰種神態啦，其實亦都應該係分辨到嘅喎。其實佢當時嘅精神狀態咧係冇辦法理解嘅喎。
其實前線嘅警員喺面對一啲精神病患者嘅時候咧，有冇受過一啲特別嘅訓練啊？或者點樣去 handle，點樣同佢哋去溝通呢？咁從一啲片段所睇到啦，咁警方咧就只係派出3名警員去前線嗰度處理呢一個案件啦。其實去到現場，既然冇即時嘅危險，而街上邊亦都有好多途人，係咪應該疏散咗啲人先呢？封路同埋封商場嘅門口，會唔會警方認為太過勞師動眾啦，同埋低估咗嗰個男人佢後來所作嘅反應呢？雖然封路同埋疏散人群係需要動用比較多嘅警力啦，同埋亦都會引起一啲市民嘅不便，但係相對嚟講，保障翻嗰一名男子啦，同埋其他途人市民佢哋嘅安全啦，封路同埋疏散人群會唔會係一個更加好嘅選擇呢？我見現時坊間嘅輿論，包括好多網民嘅意見啦，同埋一啲媒體啦，大部分都係支持警方開槍呢一個決定嘅。咁包括我自己亦都係，我要重申一次，喺嗰個 moment 咧，開槍的確係救翻嗰個女人質嘅。咁但係之前嘅部署同埋行動啦，就似乎冇乜人去講咯。咁所以我今日特登拍咗呢一條片去講嘅。咁當然啦，我自己就唔係一個專業嘅人，我只係一個普通嘅市民啦。睇咗網上邊嘅片段啦，睇到警方嘅行動啦，嚟到去分析同埋思考呢一件事嘅，亦都希望相關嘅部門喺吸取咗今次嘅經驗之後啦，譬如下次再行動去面對一啲懷疑係精神病患者嘅人士嘅時候，同埋喺呢一個鬧市有多途人嘅時候，行動之前會唔會有更加周詳嘅一個部署呢？好啦，我嘅分享就嚟到呢一度啦。未訂閱嘅朋友，希望你哋幫手訂閱一下啦。另外俾個 like 同埋留言講下你哋嘅睇法啦。多謝晒，拜拜。